飲茶、睇戲、去洗手間，呢都係生活嘅一個部分。不過咧，大家可能會可能想唔到咧，喺而家嘅社會上邊啊，仍有部分人都係好唔容易可以去到飲茶、睇戲同埋購物嘅。點解咁講咧？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你係一個輪椅嘅使用者，你就事先咧一定要去核查一下呢個嘅戲院啦，或者茶樓啦，到底有冇設置輪椅嘅通道，俾輪椅嘅人士嘅使用嘅洗手間呢？輪椅嘅人士可唔可以用到嘅座位？而對一啲視障人士嚟講，陌生嘅地方就更加係危機四伏，行一步就驚一步。呢咁嘅生活，相信咧喺我哋作為一個唔係呢個殘障嘅人士咧，可能好多大家都冇諗過。老實講，我咧相信咧就係好多人都唔會願意話要勞煩到別人或者親友將自己推上推落，亦唔會願意到購物之前咧就要去睇睇呢條街道呢個鋪頭邊啲可以進入，邊啲唔可以進入，又或者咧係到底有冇洗手間嘅設施，而要諗下要唔要忍住去飲茶同睇戲，更加咧到底亦要考慮一下，到底有冇位睇戲嘅時候係咪冇位坐，而係喺走廊裏邊去睇戲嘅。其實傷殘人士同一般嘅人士都需要個正常嘅生活，同埋有佢自己嘅工作，有佢嘅社交，以及咧係要盡展佢嘅所長，為社會作出貢獻嘅。不過我哋平日生活覺得冇障礙嘅環境咧，對殘疾人士嚟講，亦係一個係困擾不堪、四處受阻嘅情況。